大家好啊！我哋今日玩呢個鍵盤逃離，乘2加1嗰個鍵盤逃離。我見到個黑色金鎖匙喎，睇下有幾多錢先。睇下先，哇，1200萬，哇，跳，yes，跳過去，再跳，哇，識飛跳，見到金鎖匙喎，哎呀，死咗添，弊，用傳送過去先，見到有個呢個綠豆人喺度跳舞，跳過咗啦。預備3、2、1，跳，未跳，OK， 3、2、1，跳 ，yes，跳，弊，過咗龍添，拎咗先啊，費事啊 ，OK， 而家就傳送翻過嚟，傳送過龍添，拎埋先 ，OK， 而家我哋撳傳送。OK， 傳送咗之後咧，哎呀，行下死咗添，又傳送多一次先。OK， 3、2、1，個綠豆又唔見咗，跳。如果係咁，我可以飛咗上天。跳，哇！最衰就係我啦，第9 level。OK， 呢度跳，再跳，喂，差少少。睇呢個金鎖匙幾多先？好嘅，好。咩啊？喂，咩事啊？佢竟然幫我傳送 ？No way！ 點解當我傳送啊 ？No！ 我要獎杯啊！冇晒啲獎杯，有冇搞錯啊？算你啦。好，你咁我好嬲啊！你真係黐線嘅。算啦，唔理你啦，行住先啊！算啦，行住先啊！算啦，行住先 ，shift lock OK 行。點解變咗紅啤啤？我見到右下角有個乘2獎杯，同埋呢個乘5嘅行路。行。其實咧呢度咧係有個，呢個其實係有個，如果行得快嘅咧，爭啲拎咗一塊。OK， 呢邊左，快啲行啦！點咁慢？等我一齊先。哎呀，死咗添！有搞錯啊！我傳送佢先。真係黐線嘅，有冇搞錯啊？咁黐線嘅。呢個唔可以行嘅，因為咧我咧呢個 OK。跌落去 ，yes， 啱好，我真係跌落去，跳，no， 死咗添弊 ，OK， 算啦，我喺度行住先，我去第2個世界啦，算啦，算啦，咁搞錯啊，都唔好玩嘅，算啦，呢段片就完啦，拜拜。